代替产业工会拜一伫咧台北车头抗议，认为新上任的董事长宣布，伫年底之前完成夜间补贴，对120块调整到160块。虽然有调整，不过干那40块根本就无够，和高铁480块是差别4倍。这工会是希望讲代替呢会当把这夜间津贴提升到400块以上。 甲车贴交互代替，希望新就任的董事长陈公远会当出面向员工对话。顶日啦，代替董事长伫咧立法院表示，会伫年底进前调整代替的夜间津贴，对每帮120块提悬到160块。不过，这款调整互员工感觉无法度接受，因为高铁的夜间津贴就480块，差伤济。高铁跟4大捷运业的这个公司的夜班津贴都是这个450元以上，甚至到600块都有。所以这个郑董事长提出来要从120元一班提升到160元一班的这个方向，其实是远远低于行情的。代替产业工会也指出，代替基层员工即马平均的薪水干那36000块，和中华邮政港务公司这挂国营事业比起来，差要1万块。物价愈来愈贵，税厝则是开销拢真大，生活拍袂过。因也诉求代替最近票价有起价，员工的薪水嘛应该爱起才对。我1个月必须要省吃俭用才能够存得下钱，对啊，那这不包含如果将来还有小孩子的部分，那就更不用讲了。然后我目前是都不敢买车。代替表示，针对薪水的问题，已经有和代替的企业工会达成初步的共识。不过，产业工会提起，其实代替是有2个工会，呼吁代替除了和企业工会沟通以外，也应该爱和产业工会对话。产业工会认为，公司两边的声音拢应该爱听，唔通干那找一边讲，就对外讲有共识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